大家好，我係太陽哥哥，嚟緊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我爸爸真人真事嘅故事。今集係一個感人動畫劇場，最好的父親節禮物。我記得喺我細個嘅時候，屋企只要唔見咗嘢或者爛咗啲嘢，爸爸從來都唔會調查清楚，而佢每一次都一定會入我數，認定係我做錯咗。佢仲會大大聲聲咁鬧我，教訓我。Let me at him! 就算之後發現係佢自己搞錯咗，佢都從來唔會對我講一句對唔住。喺佢嘅世界入面，認錯就好似代表佢輸咗，佢唔願意認錯㗎。所以有陣時我都覺得好唔開心，慨嘆到底邊個可以改變到我爸爸啊？從來唔願意認錯嘅爸爸，佢好努力用自己嘅方法去工作賺錢，獨力去支撐呢頭家，從來唔會依靠其他人。於是佢 A few years later. 原來鐵人都會病倒，爸爸佢發現佢患上咗肺癌，就連醫生都話爸爸好有可能無藥可救。就喺嗰一晚，牧師就將一份生命之中最好嘅禮物帶俾爸爸啦。原來呢份禮物就係主耶穌嘅福音。Nice. 主耶穌佢用無條件嘅愛去愛我哋，佢完全赦免咗爸爸過去呢一世人所做錯過嘅一切事情。只要爸爸願意相信佢，佢就能夠擁有永遠嘅生命。喺嗰一刻，我竟然係人生第一次見到爸爸佢喊啊！佢感受到耶穌嘅愛同埋接納，佢感動到流眼淚啊！而且主耶穌仲改變咗爸爸，佢令到爸爸學習咗咩叫謙卑，佢竟然願意同人講對唔住，佢願意認錯啊！而且神仲奇蹟咁醫好咗爸爸，爸爸仲願意跟我哋返教會去認識神，佢嘅生命完全被主耶穌改變咗啊！我相信最好嘅父親節禮物就係讓爸爸去認識主耶穌，生命能夠被主耶穌去改變。原來對於天父嚟講，最好嘅父親節禮物就係我哋呢班浪子都能夠悔改，返去佢身邊啊！就好似聖經約翰一書3章1節上咁樣講到：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，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歡迎你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。我仲會有好多類似嘅故事同大家分享，所以歡迎大家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見。